第10課時間幾點？生詞上班、落班、上課、下課、返工、放工、返學、放學、開工、收工、休息、沖涼、煮飯、食飯、洗衫、睇電視、睇書、溫習、做功課、上網、玩電子遊戲。而家、有時。而家幾點？而家7點答2。你幾點起身？我6點半起身。你幾點開工？我8點開工。你幾點去返工？爭3個字8點去。你幾點放工？下晝5點半放工。一日你做幾個鐘頭？8個鐘頭。中午有冇休息？有，休息1個鐘頭食飯。夜晚你做乜嘢？星期1、3、5夜晚我去上課。你上課從幾點到幾點？從7點半到9點。放咗學你做乜嘢？有時睇電視，有時睇書溫習。你幾點瞓覺？11點我瞓覺。